好来，乡亲啊，回头继续来看这个本土疫情大爆发。桃园今仔日是增加到290例确诊，位于桃园华雅科技园区的新准科技爆发到移工群聚的感染。市政府的防疫团队进驻这个园区来做采检，将要评估是不是要来停工。神准科技那么经过这个移工的采检之后，总共有114位确诊。那其中有3名是本国籍的劳工。昨天到今天扩大采检1054位，希望全场这个采检，而且是做 PCR 来确定这个传播链是否有扩散出去。桃园今仔日是增加到290例确诊，分别是属于22条的传播链，大部分都是居家隔离、阴转阳以及防控制的对象。这个桃园过来爆发到工厂的群聚，市长郑文灿表示，移工的生活形态有群聚性，已经针对着规个厂区来做快筛，拢是阴性。桃园目前嘛已经加开一条一间加强型的防疫旅馆。由医疗团队来进驻，居家隔离的照顾机制嘛已经来启动，将会安排轻症的患者离家己的厝内底来隔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